3月里来，桃花红，杏花白，水仙花儿开。又只见那芍药牡丹全已开，妈妈一对已有黑。好，不是我在操的。你选的这首歌真是好听啊！好听啊！这是一首民谣嘛？对。小蛋嘞，我来刚刚怪怪，我们还刚是搁在小放牛。是啦，又到了我们小哥讲笑话的时间。哎呦，救命！我拢做了嘛，才几条。你别使你讲，那最条啦。不是跟我爱听，观众朋友拢就爱听，因为已经有人写批来啊。有人写批呢。讲啊，干什么哦？就这。那你这久无听你的讲笑话，并且你看，观众朋友你看，你看，大家拢在拍无啊，在赞赏啊，对不？你听到无？你把酒厉害呢！哎呀，我厉害！烫过这个镜头，看见大家会。对啊，你看大家拢在笑啊。对，你看你把酒这厉害，我这几个爆料，那我都暗看。哦，简直 X 光嘛哈！来，这头你是看到鬼啊？你要叫我讲多对啊？真的啦！哇，你是好啦。我这条歌给唱完了，你都要想到。都在想啊？哎呦，真烦恼。来，我要吃好酒酒上杏花村。好，观众朋友靠谱啊，谢谢。好，时间到。来，一定要讲啊！一定要讲一个啊！对，我想到啊，这笑话袂歹讲。有一个这个老太太，抱着一只心爱的猫，抱一只鸟，想讲营营啊无代志，这个人啊寂寞，就跑到阁楼顶上来做家事，抱了一下鸟去。哎呦，如果是擦拭一个油灯，漆了油灯啊，哎呦，油灯突然冒烟了。哎呦，这是发生什么代志？突然间出现一个这个神仙了，真感谢你给我放出来，安尼我已经立下了志愿，谁把我放出来，恕你3个愿望。老太太说：“假是假啦，安尼后边我3个愿望啊，我来想想看。第一，请让我恢复我的年轻貌美。叮，几下，哎呦，老太太恢复了年轻的貌美。哎呦，那是起来。就给他夸一个戏啊！哎，谢谢神仙。哎，这第二个愿望让我想想看。当然，人生不能缺少钱呐！麻烦你变给我很多财富。叮，几下，哎呦，整个小阁楼上美金、黄金、贵人，金银财宝都有。第3个愿望，我存第3个。我这人叫孤单呢。我一看，破了心情这只鸟。对了，这只小猫陪伴了我很多年。这样子好了，麻烦神仙把它变成一个英俊的白马王子，继续伴我一生。几下，一阵烟雾以后，走过来一位年轻貌美的，因为这个白马王子缓缓的走向他，真的变成白马王子。哎呀，走过去把他手牵起来，老太太已经变得很年轻了嘛。阿娜达，这个王子就讲话了，你们谈欢一下咋？你忘记了上个月你才把我淹掉了。哎，想白命啦！这我那是真正极其惨的丢了，可能刚才也在看了嘛，真可怜。你拄才讲你目睭有 X 光哦？对哦。我嘛看到X 光，我嘛看到大家会笑甲那个。哎呦，我帮我喷出这个。你看到鬼啊！我没看到鬼，我就家己爱讲。你想要真爱讲？是啊，一条脑我来才开鼻。过来讲一个，过来讲一条。我拄只3个愿望的对。嘛是3个愿望啊！我来想看，够大概3个愿望，够有啊，但是只有较重淡薄。但是我看了观众目睭，可能会当接受小可较重淡薄。好啦，讲较小，这个起码时间可能会超过9点半哈。笑归嘛对不？听了大家笑准耍，何必得这么严肃对吧？对。那老公笑归，可不讲尺度的无艺术。卖解释啦，我一个家庭主妇，过街路，如果看到一个老太太过街，哎呦，赶快上去扶了她，心很善良。哎，老太太，您这样过街啊，就危险嘛！我赶紧滑过去啊！多谢，老太太给我滑过去，滑过要街路对面老太太变了。哈！叮！这是安怎啦？对对，神仙！哎呦，你这个做人真有爱心。安尼我是神仙，恕你3个愿望。
你都要一路转去都要好好想。伫恁兜内底的时阵讲出来，伊都有效果啊。伫恁厝内底，但是啊，都还想不好呢。唔通咧黑白出声，你知影无？哈哈哈哈！顶撞啊变无去。OK 啊！太太看一个菜篮讲奇怪，感觉真是个拄着神仙。我来紧转去，一路伫厝的客厅行来行去讲，袂使啊！啊囡仔就来啊，妈妈，别使叫，别使叫。好像啊，啥物代志讲？妈妈拄则看到一个神仙，互我妈妈3个愿望，你绝对袂使出声咧，互妈妈想才知影咧。好，我唔敢讲话呢。刷来银行转来啦，叮咚，下昼要来食到。门拍开，哇，真忝，要来食到，因某就讲，发生什么代志？讲因某就提笔来写，去哪里看到一个神仙，给我3个愿望，一定要想好，不然一开口就完蛋。银行看来讲，什么拄着神仙了？你就咧笑的哈啊！吃了那个，我等下就巴肚来枵啊！你讲，都咧食饭，都咧食，你个咧，我咧，我算唔敢讲咧，讲了叫我算唔敢讲。啦，今麦是安怎啦？讲给他讲出来哈，这最重要的这句啊。不讲又不行，那讲了又怕观众觉得伤过重，气站不掉。啊，无与其去用消音吼，无安尼你讲出现就好了。读唇啊那样。读唇啊，就观众朋友读你的唇。上重要这句银行反正无。银行开始咧累啊，这句。银行讲我3顿都无咧煮啊，对吧？上班等下接忝，你个唔煮门，什么神仙唔神仙？我咧。一声哇不得了吼，规个厝迄顶。壁拢都叮咚海，哎呦！银行机声在看我家的，真是你真是拄着神仙了。是啊，你都安尼黑白花，你看一个愿望，安尼怎咧失去了一个愿望，底下这厝敢没看见，安尼叮咚海。你就是安尼啦，咱都要珍惜第2个愿望。就变了。这想啥伊某讲，咱这间厝呢，咱买会着。你安尼讲安尼敢会大只？先甲变无才来讲。变魔，我读起来，基本安尼嘛看来较袂惬意啊！突然间因囝来，妈妈，你看怎么搞的？刚才我要须都不见，平平的。哎呦，我讲是，啊，你紧看嘛，因嘛调节，我是啊，拢做。这神仙嘛是来哪里啦？咱无得分别的，人主人嘛变魔去啊！啊，别安做啦！我讲是啊，咱算咱无这个福气啦，3个人就了两个，你看，安尼第3，安尼啦，卖求3回啦，都安尼啦，过去啦，凊彩啦，变转来阮兜诶，一声个转来啊！加载啊，算咱派命来做家来做食饭，哇，银行都去洗身躯啊，得叫紧就花，无啊，进来看觅了，哇，啥物代志啦？你看，那会变咱囝诶伫这边。幸福的，我幸福，讲啦！哎呦，你成日搁在讲这个，根本想过。人客就欢喜。哎呦！我今晚替你喊我，你就是安尼黑白点，你小放你做着。啊，咱讲到这，今晚后壁要吃什么歌？我无叫你讲到尼重啊，叫你咸啊。我知咱讲变数一道彩虹，这基本上哪个愿望？安尼啦，你对得讲3个愿望对吧？有一条歌就4个愿望，来唱这条歌好了。唱这条，啊好，白白嘛真下数4个愿望。受不了。有4个希望，找到一个爱人的时候，我有4个希望。第1个送我一朵玫瑰花香，第2个摘下一颗星星闪亮，第3个耐心陪我看月亮，第4个陪我海边手拉手走沙滩。希望我就永远痴痴的真挚的爱上你，永远在身旁，永远在身旁，永远在身旁。真是够了。小等我来检查一下。